台语小说，一段声音的自我小解。虽然我敢若是一段声音，毋过我搭宣告我搁活。现此时，我存在伫你的目睭甲耳孔所开始的活动。我已经成做你的声音，煞落会成做你心肝头上深的所在的一个特别的画面。比如讲，即马凡说是你的爱人仔第一摆浸伫你的喙的画面，伫海边、山坡，抑是啥物所在？日时抑是暗暝，凡说伊滴滴嘟嘟丢除真久，嘛凡说伊一句话讲无一半，就雄雄甲伊芳公公的喙唇醒我来，搭伫你还未准备好的喙唇，伊雄公的呼吸，甲你的头毛吹乱去。事实上，我会甲你说多谢。伫你读我进前，我是空虚的，就亲像头拄则你心内浮现的画面，伫你读我进前嘛已经死去共款。迄是因为我对你来讲真生分的我，才恢复伊的元气，互伊搁一遍得到你的生命中伊该当得到的地位，互伊搁活过来。所以，你嘛爱甲我说多谢，毋则对。安尼，你对我敢有较熟悉啊？你敢会使同意？咱事实是互相倚靠的。无法度，哈哈，不要紧啦。你嘛毋通伤过认真，我只是甲你滚笑的。事实讲，我的性命怎有可能倚靠你？你即个毋知生活伫啥物所在的青云人，讲到底，我只是一段事先录落来的声音。我是完全独立、孤单的存在。照讲，我有一个主人，伊是我的创作者。某一天的暗暝，伊摕录音机甲我录落来，感觉爱我提醒一遍，我就是即马你听到的即段声音。一直到当，我茫茫渺渺，毋知影家己是安怎活伫世间，为何开始，为何结束？我对即个世间一无所知，甚至我完全无了解我的主人的企图。就算我想要了解，伫伊的创作已经完成的即马，我是讲，伫你当咧读我的即马，now，我会使用啥物形式甲伊对话？我无法度佮甲伊对话，这嘛表示伊无法度佮改变我。我是讲，进入你心内的即个真正的我，连一字嘛无法度佮改变的我，因为所有可能的改变，最后拢袂是我。安尼，你敢明白我所讲的孤单是啥物可怕的意思啊？我豆豆仔理解啊。上大的孤单，就是永远袂消失的迄款。拄则我讲我搁活，事实上，迄是毋对的。因为我根底就永远袂死。我，就算对你来讲只是一段生分的声音，永远袂消失。就算伊伫即马得要暂时结束，就算你甲我现此时的声音为即个世间删除，我还是永远孤孤单单活咧，伫你的内面。